作者簽 DJax 故事夢幻島千版 0.1 至第3代夢幻島創造神命運機創世經歷故事第39集。關於夢幻島千版時可1秒，實體快速打印出來，真實版可以打印出真實的想要的東西。關於違背天道運行，不正常的物件是禁止實體1秒打印出來的。有關持有這些機，夢幻島創造神界機的需要，遵守一定操作守則。先檢查你們購買是否屬於正版。關於送的假皇宮，最好就不要了。有關假的抄版盜版光碟考試，最好立即割除，安裝官方正版考試，方可以安全地神學等級制考試。你們如持有夢幻島03或以上千版，可以1秒打印1個星球出來興建你們理想的夢幻島皇宮。接住你們需要人手幫你們處理問題，你們可以和聯合地域購買一款屬於可以幫你們考試的鹹濕機。你們可以透過鹹濕機設計你們想要的角色，鹹濕機角色1秒可以打印出來。當然有些鹹濕機打印角色出來是暫時試用免費，接住一段時間是需要收費的。你們設計鹹濕機設計的角色，最好幫他們申請肖像權專利，因為就不會給人抄襲。另外你們還可以在聯合地域購買有碳元素、身體人機結合的美女，真人電腦幫你們處理問題。聯合地域還有人機結合的美女電腦，分別是碳元素生命、氨基生命及元素生命的人機電腦結合的美女。這些都可以幫助你們考神學等級制升級試，也可以幫你們處理問題和經商你們的生意。你們有夢幻島千版，可以即時打印一個生產廠出來自動化生產你想經營的商品。只要有夢幻島3版的一些插件，就可以1秒打印實體變現出來你想的產品，也可以運行你想經營的公司。當然你們如果不買插件，有些插件是可以你們自己編寫出來的，但有可能會侵犯版權，最好不浪費時間設計插件，直接購買原裝插件，使用你們的版本會有很好的體驗。